内政部通过行政交通安全设施条例，定出这行政优先区内面车辆限速是时速20公里，若准超速呢，就会当罚1000至到2000四，超过40就算是严重超速，会罚10000至到36000，搁再吊牌6个月。这新政策10月施行了后，目前新竹县按算规划伫咧集会到警察局之间185公尺长的路段来推动，这是全台湾头一个行政优先区。车辆经过关护头前，驾驶拢会专工甲速度放慢，唔敢驶紧。内政部10月实施行人优先区，甲设置宽力交互地方。新竹县政府目前按算甲县议会到警察局之间的路段，规划做限速20公里的行人优先区，所引起民众有无同的意见。我觉得这边限速20公里相当的不合理，尤其现在竹北交流道这边，然后再塞车。你很多县府的人要进来上班，这一个大停车场，你从那边一塞着进来，这限速20公里之后，全部都会塞到交流道那边。20公里太夸张了，你走快一点都要超过20公里了。我觉得合理啊，因为这个要很多人进出，应该慢慢开啊。新竹县交通处指出，因为这个所在附近拢是行政区域，有不少来办公的民众来出入。所以才选择把这规划做行人优先区，上班明年6月进前就开始实施。预计在县府周边的行政区内的道路来设置减速标线、减速丘、立体行穿线等来限制驾驶人的行车速率，来提升行人的安全。那行车速率是20，那路口我会增设一些优先的标志。那工程发包时间大概在明年2月，那工程完工时间大概抓在6月。交通处提醒民众，未来只要看到这拿底白里的行人优先区标志，限速就是20公里，目的是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。那超速相当会罚2000四，希望共同创造友善行人的交通环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